今個月份1月仲有幾日就完啦，但係呢幾日呢，每日都可能發生啲大嘅消息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第一件事就係美聯儲就會議結束㗎啦，28號。我講緊係美東時間28號嘅下午2點咧，佢哋就會宣布佢哋嘅利率嘅政策。當然啦，個利率政策已經係 CME 亦都估計得到個機會率係95%係唔會降息。究竟咁有咩咁特別要注意呢？永遠都係唔係佢降唔降息嘅問題，係佢發佈會嗰陣時講嘅係乜嘢，會去偏向降息啊，定係偏向鷹派唔降息呢？有冇指引係下2次會點做呢？記得喎，因為2月係冇會議嘅，所以佢講緊係3月之後嘅事，所以呢，好多投資者呢會注意下佢哋究竟美聯儲主席到時發佈會講啲乜嘢嘢，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，大家要留意一下。第二件事呢，就係28號美市收盤之後呢，美國七姊妹呢就有3個呢盈利報告出嚟啦 ，Microsoft 啦、Meta 啦同埋 Tesla 3間有報告出嚟，而29號呢跟住到 Apple 啦，即係話呢2日呢，七姊妹有4間公司就會有財務報表出嚟。第一，會唔會符合預期呢？第二，會唔會超預期呢？第三，又係最重要一樣嘢啦，就係佢哋會講關於下個季度佢哋點睇啦，唔係淨係佢超唔超預期，超又超幾多，而佢哋嘅指引下個季度係點呢？非常之重要，因為你記得話七姊妹有4隻呢幾日都講完報告之後，市場對佢哋講嘅嘢嘅反應呢，可能比較波動比較大，所以如果有喺科技股上邊嘅，真係要留意一下啦。第三就呢個可能性啦，個可能性呢，就係1月31號呢，美國政府又是冇錢，又要停擺啦。舊年佢哋講好數呢，只係延期撥款到今個月嘅31號嘅啫，所以31號嗰陣時佢哋未傾掂數呢，又會開始停擺啦，又會搞到咩出樣呢？第四，亦都有可能特朗普喺月底之前呢，宣布邊一個係下一屆嘅美聯儲主席。呢樣嘢我以前啲視頻都成日都有提到噶啦，邊個做美聯儲主席就好重要，因為要俾個市場對美聯儲有冇信心，而因而對美金有冇信心啦。對美金有冇信心，因而會影響到金價同埋股市嘅。呢個禮拜大家要注意一下個消息。如果係入咗市嘅，我建議就會對沖一下風險啦。如果未入市嘅，或者等啲消息出嚟消化完先作出決定。大家有咩想講嘅討論區可以大家研究一下，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